嚟睇下天氣情況，聽日廣州係多雲有雷陣雨，局部雨勢大，氣温喺25到32度之間。繼續新聞內容，廣州地鐵10號線、12號線東段、西段今日開通初期運營。目前廣州地鐵線網運營里程達到咗751.1公里，排全國第3。林欣傑報導。兩條地鐵新線嘅開通儀式選擇喺12號線嘅廣州體育館站。呢個車站打造全運會主題空間，仲設置咗吉祥物供市民打卡。新線首發列車從廣州體育館開往廣州白雲站。心情好愉快啊！好開心可以見證呢個歷史嘅時刻，啱啱好多時間啊！我從陳豐崗開始坐到呢個白雲站，呢個比較方便我。中午12點左右，兩條新線陸續開門迎客。10號線楊箕東地鐵站非常熱鬧，附近嘅居民敲鑼打鼓慶祝家門口嘅地鐵站開通。呢個係幸福感落到實處一個好具體嘅呢個措施，好開心。係啊，楊箕站1號線、楊箕東10號線，開心。親子家庭喺地鐵站舞獅，記錄美好時刻。楊箕東站開啦，跟住我好開心啊！終於有個咁近屋企嘅地鐵站，所以就帶埋小朋友啊，一家大細過嚟體驗一下。呢次兩條線路同時開通，對於地鐵迷嚟講，可以講係幸福的煩惱。首先要去邊個站打卡，好難選擇。你哋有幾期待啊？其實好期待。對於呢個新線嘅開通，特別期待。我期待成晚冇瞓過覺。12號線嘅開通結束咗二沙島唔通地鐵嘅歷史。10號線同12號線共同構成廣州城市軌道交通線網骨架中嘅 X 型，係複雜地質條件下穿城市核心區。其中10號線東湖站係巨無霸車站，相當於4個標準站嘅體量。而12號線二沙島站克服咗多個地質難題。側穿和下穿房屋717棟，在首次下穿鹽埕地區下穿珠江，採用了我們的盾構自身自帶的冷凍刀盤，冷凍地層之後帶壓進倉換刀的技術。今天開通的12號線東段、西段，一共是28.8公里，將該項目列為融入大灣區建設、踐行大城市大交通理念的示範項目。兩條線路開通後，銜接咗廣佛線、22號線等多條線路同廣州白雲火車站。地鐵廣州白雲站嘅 F、G、H 3個出入口係喺成個廣州白雲站嘅正下方。而家搭完國鐵通過呢3個出入口進入地鐵站嘅話，唔使再安檢啦。去年開通的11號線是一個環線，那麼最早的地鐵呢是十字架型的，那麼現在十字加 X 加環線就形成非常密集的一個網絡，使我們居民的出行更加便利。那麼使地鐵的它的運行的效率更高。廣州地鐵今年底將新建成開通7條128公里地鐵同城際線路，珠三角城際鐵路將實現城網運營。廣州電視記者林欣傑報導。隨住10號線、12號線開通，填補咗中心城區冇地鐵覆蓋區域嘅空白。同時，呢兩條線路以 X 型對角交叉線網佈局，重構中心城區交通格局。廣州地鐵10字加環形加 X 型線網正式形成，大幅提升居民跨區出行嘅效率，加強咗廣州城區同外圍組團嘅聯繫。方寧報導。姚女士屋企住喺楊箕村，呢度同海珠區濱江路只係一橋之隔，但係以往冇通地鐵，去海珠區好麻煩。隨住地鐵10號線開通，以後喺屋企門口就可以坐地鐵去到濱江路、新港路同東曉南等地。喺海珠區嗰邊上班㗎，佢之前就要轉3號線，又轉1號線，又轉8號線，轉到佢暈陀陀。行過嚟好方便啊，幾分鐘就到啦。地鐵10號線深入老城區，咁例如家我所處嘅濱江東站附近居民樓密集，但一直就冇地鐵站。如今10號線開通，大大提高咗居民出行嘅便利性。最近應該係曉港或者係東湖，咁就要坐1站公交再轉駁地鐵。19年左右搬入嚟。跟住都喺度睇住佢度起咯，即係等咗好耐，終於可以開通。10號線作為西南至東北走向嘅交通動脈，與之前交叉嘅12號線則以東南至西北走向貫通城市，覆蓋咗濱江東路、二沙島等，此前冇地鐵區域。隨住10號線、12號線東西段開通，
廣州中心城區軌道800米覆蓋率提升至80%，比肩東京同倫敦等國際先進水平。呢個意味住中心城區絕大多數市民步行15分鐘就可以到達地鐵站。剛才從大學城南坐到我們赤崗塔站，總共是20分鐘，在前往市區的各個地方，不管是景點還是商場啊，都比以前方便很多。此前，廣州城區地鐵線路佈局主要以方格網為主，缺乏對角直連嘅通道。呢次10號線、12號線雙線齊發，畫上一個 S 型對角線，連接越秀、荔灣、天河、白雲等多區，串連重要文體場館、商務區以及交通樞紐等多元生活場景，並銜接廣佛線、22號線等多條線路同白雲火車站。廣州地鐵10字加環形加 S 型線網正式成型，市民出行更快捷，廣州與周邊城市嘅聯繫亦都更為緊密。特別這個我們灣區啊，整個內部的一個人口這個流動啊，帶動了我們這個貨流啊，這個資金流啊，信息流，地鐵交通啊，這個網絡的開通啊，對這方面的利好啊，非常的顯著的啊。廣州電視記者方寧報導。1997年6月28號，1號線首趟列車從西朗站駛出，廣州開啟咗地鐵出行嘅篇章，從此逐步邁向咗地鐵加城際嘅新時代。28年之後，10號線再次從西朗站出發，同12號線形成咗 X 型嘅線網，進一步加密中心城區軌道交通網絡。而家嘅地鐵線網圖已經從一條線變成咗縱橫交錯。地鐵為市民出行提速，為城市發展加力。28年前，廣州地鐵1號線單線啟程，從西朗開出首趟列車，廣州成為咗國內第一個擁有地鐵嘅省會城市。咁好多市民搭過地鐵之後都反映，搭廣州地鐵係比較之舒服，而且係方便㗎。清爽好多啊！清爽好多。呢個嗱啲空調比較好。1999年6月，1號線全線開通，貫通芳村、越秀同天河等區域，市民出行進入咗地鐵時代。2000年初，廣州啟動南拓3號線應運而生，並且喺2005年12月開通首通段，列車時速120公里，創落全國紀錄。從番禺到珠江新城只需要30分鐘。之後嘅20年裏邊，廣州地鐵線路同里程不斷增加，軌道網絡日益完善。2012年，廣州地鐵線路覆蓋荔灣、越秀、天河、海珠、番禺、白雲、黃埔、南沙8個區，之後延伸到花都、增城。2018年12月底，連通從化嘅地鐵14號線一期開通，至此廣州實現區區通地鐵。近年嚟，廣州地鐵以軌道上嘅大灣區為藍圖，積極推動幹線鐵路、城際鐵路、市域市郊鐵路同城市軌道交通4網融合。先係2021年開通國內首條時速160公里全地下市區快線18號線，令到中心城區同南沙實現30分鐘互達。未來仲會串聯中山、珠海，成為大灣區南北骨幹快線。2024年有灣區大好地鐵之稱嘅廣東城際4線貫通，大灣區首條地鐵環線廣州地鐵11號線開通，促使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通勤圈加快形成。而家廣州地鐵運營里程已經從最初嘅5.4公里發展為超過1000公里嘅地鐵加城際網絡，並且提供越嚟越智慧嘅運營系統，為乘客出行帶嚟更多便利。即係嗰啲二維碼嗰啲全部都係一站式，又唔使咁麻煩，又唔使成日排隊買票。呢個都係可以認證咗呢個社會嘅科技一個進步，係咪？今年年底，廣東城際仲會開通5條新線。軌道上嘅大灣區將會迎嚟里程碑式嘅突破。在全運會前，計劃建成開通廣佛東環城際、穗莞深城際琶洲支線、新北廣城際、白雲機場 T2至足料段，繼續加快13號線2期、14號線2期等軌道交通線路的建設。從一條線到一張網，再到一串城，廣州地鐵用28年書寫軌道上嘅傳奇。
未來隨住大灣區軌道交通同城市共生共融，大灣區將因軌道更緊密，生活將因速度更美好。廣州電視編輯報導。關於呢個話題，跟住嘅給我1分鐘，由吳諾斯講下佢嘅睇法啦。給我1分鐘。廣州地鐵10號線同12號線正式上崗，兩條銀龍穿城而過，喺越秀、荔灣、天河、白雲4大老城區嘅版圖上畫出咗醒目嘅 X 對角線。自此，廣州地鐵運營里程攀上751.1公里嘅新高，實實在在讓地鐵嘅骨架更加結實，讓城市嘅血脈更加通暢。以往需要輾轉繞行嘅旅程，而家可以一線直達。曾經偏居一隅嘅角落，亦都被納入快捷交通嘅懷抱。環形加十字加 X 型嘅結構，就好似精心編織嘅脈絡，讓城市各個區域更加緊密咁交融，資源流動因此更加順暢，區域協同發展亦都得到新助力。新線延伸之處，更加係市民日常生活嘅暖意所向。喺新線開通嘅歡呼聲中，我留意到一個細節：10號線配備咗智能諮詢終端同可視化求助按鈕，由傳統嘅被動服務轉向主動響應。佢讓市民生活半徑得以舒展嘅同時，更加將適路化改造、無障礙通行等人性化設計融入到地下交通經緯之中，用科技熱度提升民生溫度。今年恰逢粵港澳3地共襄盛舉嘅全運會同殘特奧會，當百方來客匯聚花城，新線亦將化身城市流動嘅微笑名片。無論喺東湖站打卡、生活美學站點，或者喺廣州體育館站體驗運動主題空間，軌道交通亦都可以係帶住煙火氣嘅城市客廳，以高效服務承載四海奔騰嘅熱情。751.1公里唔係終點，而係新嘅起點啊！地下長龍飛駛嘅軌跡，更加係城市不斷生長嘅年輪。等我哋乘住開往未來嘅班列，喺高效便捷嘅脈動當中，共同駛向一個更有溫度、更具活力嘅廣州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